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好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，我听到阮家隔壁老爸咧念囝，因迄老爸50外，囝儿已经20通啊。老爸念囝念安那？头一句见面，伊就甲念讲：你逐工安尼摇来摆去，毋着去找一个头路。哇，即句即马较罕得听。摇来摆去安那解说？我讲较早四句人咧念，讲生着歹囝不受罪，摇来摆去咧游街，安尼咱就知。摇来摆去就是讲吼，逐工干那顾家，无咧做头路。每日用先生手不动三宝，安尼叫做摇来摆去。这台湾话成语哦。结果吼，老爸安尼甲囝念，囝读个聊咧讲，当时要做啥物头路？老爸继续甲讲，我看咱兜巷仔口迄间便利商店，无你问国正啊？哦，国正咱边仔咧看闹热吼，煞去互问啦。讲国正啊，当迄间便利商店是毋是不是人来客去，一定有欠人嘛？哇，讲到即句人来客去，原来生意呢，原来甲来甲去，阁有牵连呢，对啊。啊，就有影人来客去就是啥？就是闹热滚滚嘛。有人咧去，有人出来，不时拢是人客嘛。所以吼，人迄间店做了真成功，真趁钱，无定着有欠人嘛。老爸咧甲囝咧讲。迄个20通岁啊，少年家煞甲老爸应，甲老爸拄安那呢？拄讲爸，啊你叫我去迄个便利商店去啊，用工过，我毋着互险来化去。这原来甲来甲去有牵连无毋对？咱知影险甲化伫台湾话真正就是讲指挥，就是讲拍牌。所以，真个囝意思讲吼，迄个头路我做袂惯势啦。我着爱人叫我搬货就搬货，人叫我洗骹洗鼎，我着爱安尼做，互险来化去，我不爱做啦。险来化去，互指挥，这原来甲来甲去有牵连的生意。老爸听囝安尼讲尔，甲应翻头，讲你若毋做就毋做，莫淡仔讲话甲我弯来弯去，简单讲，生理由来甲我应就对啊。啊，咱知影。咱知影原来我去会当表示讲话，吼你毋面对我所提出来的问题，好啊，甲我讲答案。我甲你讲，当你甲我应使呢，说原来我去。啊，另外一个表示嘛是共款，就是赛车的时阵9弯18弯，迄就真正原来我去后。当然啦，国前吼片仔懵咧，听到囝老爸咧冤家，我就赶紧活来走。这无影是我编的故事，我是要招朋友来探讨。探讨讲台语的成语内底有迄个第二字是来，第4字是去。台湾人熬舌、熬做、熬变巧，去想出来真艺术的话语啦。